伊煮的母娘。我无爱小妹做即道。自安尼，我嘛决定延期出发。我行落来楼骹，哪等逐个起床，哪和客栈的人伫阿早的小房开讲。查甫落来，招我出去散步。街路往南直行，有一个真水的桥，靠伫桥的栏杆，伊阁讲起伊的身世。伊讲，伊有一段时间捌伫土丘参加一个新拔的剧团，即马因有事要会伫乌丝马港口表演。为因的包袱仔捅出来哪卡的物件都是多少。因嘛会伫宴会里表演戏剧。柳条首年装的是因的戏服甲袜仔，换伫顶顶的生活用品。我最后落到即种地步，耽误前程。毋过阮阿兄弟考赴继承家业真成功，所以我是无路用的人。我一直想讲你是那咬甲温泉的人。属，迄个较大的姑娘是阮某，伊减你1岁，19岁。你都中间，阮第2下影早产，活无1礼拜就断气啊！阮某的身体还袂复原。丈母就是阮某的亲老母，母娘是我的亲小妹。哦，你讲你有一个14岁的小妹，就是伊啦。我实在无爱阮小妹做即种行业，毋过这有真侪阴单。过来伊甲讲，伊号做 A 吉子，因某叫七叶扣，小妹叫卡乌鲁，另外一个姑娘叫做尤里扣，17岁。简单伊是乌丝马的人，是车内的。A 吉子看起来真感伤，伊伫看溪仔边，敢若强尾哭出来。阮转来的时，看到白粉洗掉的母娘，跍伫路边摸狗仔的头。我想要转家己的旅馆，就甲讲，过来坐啦。哦，毋过我一个人，和恁阿兄同齐来。念伊来。无偌久，下吉子来到我的旅馆。因惊阮丈母加念，